涯，让青山去平复那昏黄的伤。一句誓言，苍天为证，快意恩仇的较量是破除的坚强。我以为江湖有多远，天涯竟然在我眼前。我以为我是有3000，却载不住一个愿。一生闯荡，侠骨柔肠，酒杯装不下隐恨的风霜。一支荒唐，天各一方，是谁一声吟唱，爱恨两茫茫。我以为江湖有多远，天涯竟然在我眼前。我以为我是有3000，却载不住一个愿。如果再相见，你是否接受这沧海桑田的句点？别哭了，醒了醒了，终于醒了。啊！我脑袋怎么那么疼啊！你们是谁呀？这是哪儿啊？什么你们我们的？我们都被拐卖了，关在这个铁笼子里。被拐卖了？嗯，我不能被拐卖的。不行，我还得去找我相公和冬青姐呢。快放我出去！来人呐！快放我出去！你别哭了。你哭什么呀？别哭了。能不哭吗？都被关在这里出不去了。想办法呀！这铁笼可是挺结实的，我要是不打开的话，就凭你们几个小姑娘想把这个铁门打开，除非你们把它给砸了。你这个坏女人，忘恩负义的家伙！哎，这话可不能说得这么难听啊！这要怪呀，可不能怪我，要怪只能怪你们自己有眼无珠，认人不清。你不用这么瞪着我，我知道你现在恨我。等我把你们卖到有钱的大户人家，你们吃香的喝辣的，披金戴银，当小老婆姨太太，到时候感谢我都来不及呢。良心被狗吃了！我恨不得现在就出去把你的骨头给拆了！你想拆我的骨头？行，先把这大铁门拆了。好，我现在就把这个铁门给拆了。让开，快让开！瞧瞧我们的厉害，跟他们拼了！跑不掉了吧？把他们全都抓起来！姐妹们，跟他们拼了！好！冬青姐，你肯定特别疼吧？一点小伤，算不了什么。都怪我不好，
没听你的话。你肯定现在特别生我的气吧？要不然，你骂我2句。那实在不行，你打我2下也行。你打。真没事儿，谁让我们是亲姐妹呢？你呀，就别再瞎想了。正所谓吃一堑长一智，经过这次事情，也正好让你看清楚，这江湖险，人心更险。你呀，以后千万别轻易相信任何人了。我知道了。哎，不过那些捕快真的是你带来的？你什么时候跟衙门的人打上交道了？这说来也巧，那次我们在茶馆里教训的那些人，正好就是衙门里的捕快。他们跟踪那些人贩子啊，已经跟踪很久了。真没想到，我还以为那些人是土匪恶霸呢。人不可貌相，常言说得好，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这也就是江湖。任何事情若非亲身经历，谁又会相信那就是真的？那你怎么找到我的呢？有传闻说，那对父女打算在今天把骗来的女孩子卖了。于是我就顺藤摸瓜，找来一个买家，从他口中逼问出来的。冬青姐，这次多亏你了，不然后面的事情，哎呀，我想都不敢想。不过我向你保证，我以后再也不多管闲事儿了，而且我再也不轻易相信任何人。希望你真的能记住，我们都没有亲人了，在这个世上，你是我唯一至亲至敬的人，我不想你受到任何的伤害，你能明白吗？我当然能明白了，冬青姐，你说的对，我们俩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，我爹走了，现在你和我相公就是我最亲近的人，以后我听你们的。这个剑穗真好看，正好买给二师兄在煮酒论剑大会上用。饭桶，全是些废物点心，啊！这东山县才多大点儿啊？怎么连2个人都找不出来啊？这丐帮的脸都让你们给丢尽了。老祖宗，您别光怪我们啊！说句公道话，那2个人其实也没什么得罪您的事儿，干嘛非得找人家麻烦不可？是啊，老祖宗。那2个人明明说了要找的是阳明山庄，是什么人想找阳明山庄？别把阳明山庄改成折剑山庄，已经10多年了。江湖人只知道折剑山庄，早已忘了阳明山庄。这想找阳明山庄的人会是谁？你们好，请问你们刚才说的那2个人找阳明山庄的，长得是什么样子啊？是一个胖胖的男的和一个小孩，而且那2个人脸上都长满了胡子。胖子和小孩还长满了胡子。来，大家都看清楚了啊！一旦发现这几个人，立即上衙门禀报，重重有赏。啊！马少尉，停！这有个折剑山庄，是不是阳明山庄也不远了？哎，那有个姑娘，去问一下。大姐姐，请问你是折剑山庄的人吗？你找折剑山庄有什么事吗？哎，姑娘，还没说清楚，我们就是来问个路，问问阳明山庄怎么走。阳明山庄？对。你们找阳明山庄干什么？大姐姐，看你这个样子，怎么那么紧张啊？我有什么好紧张的？可是你看着还是像很紧张。不说这个了。姑娘，你看我们拉着这个车，哎呀，连走带爬的，一路很辛苦，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好不好？往西南方向走1个时辰就能看见了。姑娘，你长得很漂亮，有时间我请你吃饭、喝酒、看戏。行了，别。战姑娘，此话当真？你真能帮我把这通缉榜上的3个人捉拿归案？只要你按照我刚才说的方向走，过不了多久
就可以找到他们。这战姑娘，你们折剑山庄那是高手如云，抓这3个毛贼那没什么问题。不过这3个毛贼那可是价值1000两白银呢。这战姑娘干嘛把这么好的赚钱机会让给我啊？赵捕头跟我们山庄素有交情，有好事当然要想着你们了。哎，也好也好，肥水不流外人田嘛。事成之后，这1000两白银的花红，我分3成给战姑娘。不，这1000两白银的花红，我分文不取。这怎么行呢，战姑娘？这亲兄弟啊，还明算账呢。这样吧，这1000两白银的花红，你怎么也得拿个1两2两的，要不然我怎么能让战姑娘白帮忙呢？帮你，就是在帮我自己。大叔，请留步。怎么，你们想找我买野味啊？这可都是山里刚打的，可新鲜了。我们不买这个，我呀想向您问个路。请问您在这山里打猎，一定对附近很熟吧？当然，我从小啊就在这大山里上蹿下跳的，闭上眼睛都能知道山老鼠的窝在哪儿。说吧，找什么地方？吹牛，山老虎的窝，他怎么知道山老虎的窝呀？那你一定知道阳明山庄怎么走吧？阳明山庄？对。您是不是知道在哪儿啊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？你刚才不是说你连山老鼠窝都能找到吗？很熟的。当然熟了。跟你这么说吧，除了前面有间粮仓啊，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这山里面有什么庄子。粮仓？前面有间粮仓。马上飞，我们到那儿去问问其他人，说不定啊，那儿有人知道阳明山庄在哪儿。练剑不能太急，又是9000岁的义子，你们俩是不是看错了？虽然10年没见大师兄，就算不记得了他的长相，但是名字叶红影总不可能忘吧？如果这是真的，大师兄真被朝廷衙门通缉，在他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他肯定会回山庄的。二师兄，我们别想那么多了，赶紧派人去找大师兄啊！你说的容易，天下那么大，茫茫人海的，去哪里找啊？你干嘛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？你肯定见过大师兄，快告诉我。我……什么？你真见过大师兄？你要真知道大师兄的下落，赶紧说呀！我说我没见过，就是没见过。你们就算是逼死我，我还是没见过。灵儿，懂事一点。我被衙门的人先找到大师兄的话，会连累我们折剑山庄所有的人。你明白吗？小少爷，你看看前面那个，可能就是他们说的粮仓了吧？看样子好像真的没人，过去看看吧。别往前走了，你看那房子阴森森的，弄不好里边有鬼。而且这太阳也快下山了，一会儿可能还要下雨。天还亮着呢。太阳还没下山，就算真的有鬼，鬼还没起床呢。快去看看。那可能是个狼。哼，以我多年的经验，他们一定藏在这粮仓里面。头儿，咱们还是别进去了。我听说这里头闹鬼。是啊，咱们每个月的俸禄就那么点儿，犯不着拿命去拼吧。我跟你们说，你们。这俸禄少，花红多呀，是不是？
孔子说过，宁做撑死鬼，不做饿死人。豁出去，杀！走啊！哎，以我多年的经验，这箱子咱们见过。你们俩去看谁？你不说我们想出办法，他没想到吧？看了吧？你傻呀？这不是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吗？去看看。头，可是我听您说过，那箱子里死人的样子很恐怖。我看还是您自个儿去搜吧。你。头，您看，鬼火！不会吧？这找什么呀？头，小傻赶紧离开这招太好了。是啊。回来！你们傻呀？是钱重要还是命重要？当然是钱重要了。这发财的机会可不是每次都有，你们可得想清楚了。哎，你们看，鬼火没了。据我多年的经验，你们立功的时候到了，去，杀！可是哪儿那么多可是？杀！哎，你们俩不会走路啊？快起来！哎呦，头，这鬼还会捉弄人。我看这不是真有鬼，是有人装神弄鬼。去搜那箱子，转过去。你们干什么呢？打开。是。小少爷，这柱子比树还硬。快跑！哎呦！站住！头，你不也跑了吗？我那叫跑吗？再说我跑的有你们快吗？奇怪呀，这太阳还没有下山，鬼怎么就出来了？难不成，头，您觉得这鬼是假的？马胜飞，现在坏人走了，咱们赶紧跑啊！跑！嘿，好像还真是通缉令上那2个人啊！幸亏我足智多谋，冰雪聪明，要不然白花花的银子就没了。小少爷，快想办法呀！要不然真的出事儿了。想不起来了。要不然就得问真的鬼了。你们2个接二连三的戏耍于我，这次就算你们是齐天大圣孙悟空，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儿。拿下！请问几位大哥哥是？在下折剑山庄，江瑶北。二哥，大师兄他……大师兄没事，你放心吧。先回去吧。是。太好了，我们终于把英雄哥哥平安的送到这儿了。我们
看来这人心隔肚皮，那个漂亮小姑娘绝对骗了我们俩。二位说的那位姑娘，可能是我的师妹灵儿，不过你们不能怪她，因为师傅在10几年前就把阳明山庄改名成了折剑山庄，灵儿又不认识二位，所以给二位添麻烦了。在这里，我替灵儿赔个不是。大哥哥，您别跟我们这么客气，你刚才还救了我们呀，应该我们谢谢你才是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小少爷，还这位兄弟，谁也别谢谁了。既然都是江湖同道中人，都是应该的。哎呀，这一路上啊，为了你大师兄，把我们累惨了，吃了不少苦，受了不少罪。待会儿你表示一下，晚上别弄这什么稀的了，来点干的啊啊！这个你放心，这件事情我已经吩咐下人去准备了。马胜飞，你别老惦记着吃啊，英雄哥哥还没醒呢。大哥哥，我听我姐姐说，你的师傅战天云医术精湛，你赶紧把他请来啊，治英雄哥哥的伤吧。我也很担心大师兄的伤势，不过师傅他老人家现在不在山庄，他出去云游了。啊，不在啊？那赶紧派人去找啊！师傅向来是独来独往，没有人知道他的行踪。那怎么办啊？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治英雄哥哥的伤了吗？办法倒是有一个，我们可以从师傅留下来的医书中找一找，说不定有治疗大师兄的办法。找到了，我找到了。只要能找到曼陀舒英和仙火取下的海飘霄，再加上其他8味药材，就可以治好大师兄的伤了。那你赶快去准备药材啊！二位有所不知，这其他8味药材并不是难事，关键是曼陀舒英，还有必须仙火取下的海飘霄，取之不易啊。不会吧？你们折剑山庄这么气派，这点药算什么呀？庄是误会了，只要能治好大师兄的伤，就是花再多的钱，也不是问题。那既然钱不是问题，你刚才干嘛还说有2种药材取之不易啊？海飘霄是药材，那药店肯定有卖啊。有，不过药铺里卖的是晒干以后的干货，而治疗大师兄的伤，必须得是从活生生的乌贼身上取下的骨头，才能发挥最大的药效。大哥哥，你说的曼陀舒英要去哪儿找啊？其实，在我们山庄的后山上，便有一株曼陀舒英。那还不简单，赶紧带我们去摘呀！这曼陀舒英长在千仞的悬崖陡壁之上，一般人爬都爬不上去，更何况是采了。哎，你放心吧，你说的曼陀舒英啊，它就是长得再高，我也有办法把它轻而易举地采下来。你们看，那株便是曼陀舒英了。哦呦，好高啊！哎，马胜飞，记清楚了啊！可千万别摘错了。摘是不会摘错的，问题是怎么上去啊？那么高，我现在又飞不起来。放心吧，兄弟，我会帮你的。你等会儿，你又带什么尖东西没有啊？你要扎我哪儿啊？啊？哎呀，没有，你放心吧，我没有。这次啊，我绝不做伤害你的事。切，跟你在一起永远不会放心。说吧，又有什么邪招？答案马上就要揭晓了。快说，拜托。拿来吧。他的样子吓人吗？我会害怕他？你真奇怪。马胜飞，记住了，千万别摘错了。有了曼陀舒英，就差取下新鲜的海飘霄了。可是，煮酒论剑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担心有居心叵测之辈会来山庄捣乱。这海飘霄，恐怕我是没有时间去找了。放心吧，大哥哥，你说的海飘霄就让我们去找吧。哎呀，小帅下边。哎呀，累死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勤俭持家呀。你看我这身衣服，上次咱们陶铸城穿的，没扔，派上用场了吧？哎呦，你瞧瞧你都得意成什么德行了？古人有云：“莫以先豪之功窃喜。”做人呐，要懂得谦虚。难道没听说过那句话吗？自曾经曰过，该骄傲时就骄傲。今天有没有只是衣服早被抓起来了？该骄傲时就骄傲。自曾经约过这句话吗？
你说的子是哪位子啊？那我问你，你都知道什么子啊？我知道老子、庄子、孙子啊。老庄、孙子你都知道？我的天哪！你难道就不知道马子吗？马子？对呀。马子是谁啊？不知道。马子你都不知道啊？你太孤陋寡闻了吧？那你倒是说说呀！我洗耳恭听，愿闻其详。小少爷，你最大的优点就是好学。我赐教你一下。我贵姓啊？你姓马呀？这不马子。什么？你说你？当然了，难道我不是马子还是骡子、驴子吗？切！我看呀，你叫孙子还差不多。你说那孙子我认识，写兵书的。再说我也不姓孙呀。哎，我不管你姓不姓孙，我就是想问你是从哪儿来的，到我们这儿来干什么？大人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认错？我会认错人？不是。大人，我跟我师父刚从外地来的道士，不是你要找的人。这绝对不是。我没说要找你们呀。没说。那你刚才说肯定没认错人。我们又不认识，第一次见面。那你问我认没认错人？我当然没认错了。大人，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吧？可以走了吧？等会儿，你们不是说你们是外地来的道士吗？那是道士肯定会抓鬼。抓鬼？小师妹，你这次真是太糊涂了。幸好师傅不在，否则他老人家绝不饶你。够了！你们一个个只知道责怪我的不是。灵儿，这次你的确是有点过分了。你怎么能通知官府，让他们来对付大师兄呢？你可以怪我太过分，但是我绝不能让大师兄留在折剑山庄。只要他在这一天，对你就多一份威胁。灵儿，我知道你这么做都是为了我，可是现在大师兄重伤在身。这个时候我们让他离开山庄，不是等于把他往死路上逼吗？你也知道他被官府通缉啊。如果让官府的人知道大师兄藏在折剑山庄，那会连累我们所有的人。可他毕竟是我们的大师兄啊，从小他就把我把你当成自己的亲弟弟、亲妹妹看待。你还记得有一次你重病，大师兄没日没夜的在你床边守护着你，直到你的病完全康复，而他自己却累倒了。我知道大师兄疼我也不是不顾兄妹之情，但是我……既然你还念着兄妹之情，就更不能见死不救了。我没有见死不救。好，我答应你，大师兄可以暂时留在折剑山庄，但是只要他的伤势一好，就必须马上离开。不瞒你们说，我们这儿最近出现了恶鬼，就前些日子，我还被那恶鬼给打晕了呢。所以为了地方上的安定，我想请你们俩驱鬼。大人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跟我师父啊，最近夜观天象，掐指算出啊，最近县城里啊，出现了一个脑袋裂成5、6瓣的西域鬼而且啊，还连续弄死了好几个人呢。好几瓣的西域鬼，怎么这么巧啊？我就是被他给弄晕的。而且啊，我跟我师父啊是专门来降妖除魔的。这么严重，我怎么没听说呢？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一个小捕快能知道？这都是高人知道的事。也有道理。当然。对呀，所以啊，你就别拦着我们，要不然等天一黑，那恶鬼啊就更不好收拾了。对呀。大人，
您身为衙门里的捕快，要不要跟我们一块儿去抓鬼啊？好主意，好主意，你跟我走，走，来，不，你们听我说啊，这个抓鬼啊，他没赏金，所以我还不如去抓那3个逃犯呢。哎，你们2位有这么重要的事，那我就先告诉他，后会有期啊。哎呀，小少爷，你太厉害了，又把他给蒙住了。对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人啊，是我长这么大见过的第一个比你更笨的人。真是夸我呢。马尚飞，我们问了那么多家卖鱼的了，谁都没有看见乌贼。哎，你看那边有个卖鱼的，咱们过去看看。走。老伯，我想买一种叫乌贼的海鱼，请问是哪一种啊？他说什么？我一句都没听懂。这可怎么办呀？听也听不懂，说也说不明白，怎么才能找到海飘锹啊？不要紧，我想起来了，英雄哥哥的师弟说，那种鱼的样子很奇怪，头上长着8条腿，肚子里还会喷出黑墨汁。咱们试试看，不就知道了？行，听他说也没戏了，咱们自己找去。不，这不是，这也不是。哎，看这鱼长得挺新鲜的，我从来没见过。这会不会是啊？嘿嘿，哎呀，这喷墨了！滚，滚远点！你这醉鬼，没钱还敢到我这来喝酒，也不看看这什么地方。这怪你喝过的酒，就当我施舍你了。快滚吧！落魄江湖再酒行，除妖纤细掌中轻。10年一觉扬州梦，赢得青楼薄姓名。我这张英俊潇洒的脸，被这个八爪鱼搞得乌漆麻黑的。我倒无所谓了，这天下的美女都看不清我长什么模样，这对他们来说是个损失，你知不知道？呸！得了吧你！马不知脸长，猴子不知屁股红了，也不撒泡尿看看自己长什么样。这有黑墨汁不正好，别人就看不出我们来了。是啊，这样认不出来了哈。也好，糟了，锦衣卫是锦衣卫。这小县城里怎么来了锦衣卫？哎，老爷好，哎，关老爷好。站住！为什么把脸涂那么黑？啊，是晒的，晒。乌贼！哦，对，乌贼！是我们买的乌贼把我们的脸给喷黑了，你看看。不管是怎么弄黑的，把脸擦干净。啊，这擦脸这到哪儿擦去？哎，那过来，我拿你衣服擦。去，用你的。那我这白的，哎呀！别以为瞒得了我，你们就是和叶红影同伙的反贼。啊，你说谁？叶红影，你认识吗？不认识啊。没听说过，不认识。认不认识？跟我回衙门就知道了。拿下！哎，来，你不能这样，我这脸。这位大侠，谢谢你救了我们。你们刚才说救谁的命？叶红影。啊。跟我走。哎呀，吓死我了。好了，这里应该是安全的。哎呀，大侠，你一听说英雄哥哥的名字就出手救我们，你一定是英雄哥哥的知己朋友了。我倒希望他是我的知己。
一个最知己的对手。哎，我说，你刚才说，既然想和叶红影成为知己，那怎么还会成为对手呢？对了，你们刚才说叶红影受了重伤。对呀，我们买这八爪怪鱼就是给英雄哥哥当药，治好他的伤。那就赶紧吧，等他伤好了，我会去找他的。哎，大侠，那你得告诉我们你叫什么名字啊？等英雄哥哥醒了，我们好告诉他呀。长空无名。长空无名，这无名算是有名还是没名啊？嘿嘿，只要煎好了这壶药啊，就可以把英雄哥哥的伤给治好了。小少爷，那如此说来，我也应该算是那个鸟人的救命恩人了。你现在是不是很崇拜我哟？崇拜你？我还不如崇拜那条蛇呢。要不是那条蛇在你屁股后面吓你，你才不会立刻飞上断崖去摘曼陀树樱的。小少爷，你能不能说不总这么伤人呢？啊？那行行行，我不伤你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可得把这副药给我康好了。要是煎糊了，你得再飞一次，这次就不用蛇了。至于用什么呢？哎，你就行，你比蛇都厉害，你是带腿的蛇。你们来者是客，这煎药的活儿还是让我这个姑娘来做吧。啊，漂亮姐姐，你就别跟我们客气了，这厨房里的活儿啊，都是马尚飞最拿手的。啊，对，小少爷，你这回终于夸我一次了。放心吧，厨房里上上下下交给我一个人，你别管了。你们还是歇着吧，大师兄跟我亲如兄妹，为他煎药也是我应该做的呀。你就别跟我们客气了，你们就别跟我争了。给他吧。好吧，我们去找英雄哥哥去。好，千万别葫芦啊，葫芦还得再飞一次。啊，我希望大师兄的伤能赶快好起来，所以给他多加了一味补药。补药？啊，对，是补药。哎，你还有什么事吗？哦，我忘了拿我的弹弓。给你，大师兄的药煎好了。好。英雄哥哥都喝完药了。怎么还不醒啊？你以为是炮竹呢？点着就响，那是药，得有一会儿，这不是陈丹。人远说的没错，这副药有很神奇的功效，据说服了以后有枯木逢春、起死回生的功效。大师兄喝了这药，应该很快就会醒过来。可是大师兄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呢？是不是药量不够啊？那再给他多喝点。对，你个小孩你也不懂，是药三分毒。你爷爷早就跟咱们约过，水能煮粥，亦能糊粥。切，你这个厨子是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是这么说的吗？反正差不多，反正我就知道药能治病，吃多了要人命。不对，难道是这药出了什么岔子？出了岔子？怎么可能会出岔子呢？大哥哥，这曼陀树樱是你让我们俩去摘的呀？还有，这海飘香是我跟马尚飞费了好大劲儿才找到的。如果药都没错的话，大师兄这会儿应该醒了。好痛啊！哎，醒了！好痛啊！大师兄，大师兄，你怎么了？你的头到底怎么了？黄花随风，尘缘微落地，铜镜离墨，胭脂红灯远方，一路烟雨迷蒙。月落无声，照一世浮萍，千回百转的乐曲中还不见
你的踪影。散落的爱藏在岁月的屏，不忍拆封。只愿它还会让我们紧紧相拥。散落的爱藏在岁月的屏，不忍拆封。只怕它装不下我们来世今生。也许我的心只有你才会懂。千回百转到了曲终，还不见你的踪影。散落的爱藏在岁月的屏，不忍拆封。只愿它还会让我们紧紧相拥。落的爱藏在岁月的屏，不忍拆封。只怕它装不下我们来世今生。也许我的心只